大家好。今日我係代表屋宇署咧，就為大家講解一下強制驗樓同埋驗窗計劃嘅。咁首先啦，我會講下呢個計劃嘅目的。香港長久以嚟咧都有樓宇失修嘅問題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咧，就達到預防勝於治療，以定期檢驗同埋維修嘅方式咧，去解決樓宇失修嘅問題嘅。咁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咧，喺2012年6月30日咧已經全面實施㗎啦。咁私人樓宇樓齡達30年或以上嘅咧，就係驗樓計劃嘅目標樓宇；而私人樓宇樓齡達10年或以上嘅咧，就係驗窗計劃嘅目標樓宇。我哋屋宇署咧會向目標樓宇咧就發出法定通知，業主喺收到法定通知之後咧，係有責任委聘註冊檢驗人員或者合資格人士咧，去進行驗樓同埋驗窗嘅。咁法定通知會出俾咩人士呢？咁喺驗樓方面呢，樓宇嘅公用部分就要視乎大廈有冇業主立案法團。若果有嘅話咧，通知咧係會發俾法團嘅；若果冇咧，法定通知係會發翻俾所有嘅業主。而樓宇嘅外牆咧，就視乎有冇獨立嘅業權啦。法定通知係有可能會發俾外牆嘅業主。若果外牆係屬於公用部分嘅，咁就會由法團同埋所有業主去負責嘅。咁個別單位嘅新出物，例如露台、外廊，法定通知咧係會發翻俾所有個別單位嘅業主嘅。咁其他嘅新出物就會視乎情況，就有機會會係外牆嘅業主或者法團或者所有業主去負責嘅。咁喺招牌方面，法定通知係會發翻俾招牌嘅擁有人。咁個別單位嘅露台同埋外廊需要檢驗啲乜嘢呢？咁檢驗咧係要包括樓板、天花、實心護牆嘅內部表面、金屬欄杆、玻璃欄障。咁實心護牆嘅外部表面咧係屬於樓宇外牆嘅檢驗範圍之內嘅。咁其他嘅新出物係有包括花盆架、晾衫架、窗簾、為屋宇裝備而設嘅支架，同埋相關任何嘅喉管或者管道嘅。咁喺驗窗方面呢，公用部分嘅法定通知係會發俾法團或者所有嘅業主，而個別單位嘅法定通知呢係會發翻俾單位嘅業主嘅。咁驗樓同驗窗嘅涵蓋範圍係咩呢？喺驗樓方面，首先我哋要檢驗外部構件，就包括大廈嘅外牆、天台嘅實心護牆、幕牆、外牆嘅新出物，就例如窗簾等等。而結構構件咧都係需要做檢驗嘅，就包括柱、梁、樓板、懸臂式簷篷等等。咁喺防火方面啦，防火安全構件咧都係需要做檢驗嘅。咁常見嘅咧就有防火門同埋走火通道。咁喺排水系統方面啦，地面以上嘅公用排水渠管、地底嘅排水渠管同埋沙井都係涵蓋嘅範圍入邊嘅。咁喺樓宇公用部分同埋外部嘅僭建物咧，喺強制驗樓嘅計劃之下咧，係需要被記錄喺檢驗報告入邊嘅，同埋亦都需要評估翻所有僭建物嘅安全性。咁而強制驗窗計劃嘅涵蓋範圍咧，係包括公用部分同埋個別處所嘅所有窗戶嘅。咁所有窗戶係包括鋁窗、鐵窗、玻璃百葉窗。咁而安裝喺僭建物上邊嘅窗同埋幕牆咧，就並唔係強制驗窗嘅計劃範圍入邊嘅。咁我哋驗窗嘅時候需要留意啲乜嘢呢？咁首先我哋要睇窗嘅玻璃有冇爛或者裂啦，個窗線會唔會好難開或者閂呢？窗框同埋窗線會唔會已經變咗形啦？窗鉸同螺絲呢啲金屬嘅構件會唔會有白色嘅灰啦？有冇生鏽啦、彎曲啦或者鬆脱嘅情況嘅？而固定玻璃嘅線條咧有冇缺漏或者欠缺？咁注意翻啦。防水膠邊咧就唔屬於定明檢驗嘅範圍之內嘅。
咁呢度一啲常見窗爛咗嘅例子啦。左手面幅相咧可以見到窗嘅玻璃已經裂咗同爛咗啦。右手面幅相咧可以見到窗框嘅構件之間咧就有明顯嘅罅隙嘅。咁啊，因為咧窗框同窗線已經變咗形。咁呢度就係另一啲嘅例子啦，就包括窗鉸同埋螺絲就有生鏽啦，有白色嘅粉末啦，有彎曲同埋有鬆脱嘅情況。咁就注意翻啦，喺更換構件物料嘅時候咧，個標準咧就必須不低於原有設計嘅標準嘅。同埋，如果窗鉸換成不鏽鋼嘅窗鉸咧，拉釘同埋螺絲咧都必須要係不鏽鋼嘅。咁屋宇署嘅執法模式同程序係點呢？屋宇署咧每年都會揀選適當數量嘅目標樓宇咧，就進行強制驗樓計劃同埋強制驗窗計劃。咁強制驗樓計劃嘅法定通知期限咧，公用部分同個別單位咧係有唔同嘅。公用部分嘅法定通知期限咧，就需要喺法定通知之後5個月內聘請註冊檢驗人員，9個月內完成驗樓，同埋24個月內完成修葺工程。而個別單位咧，就需要喺發出通知之後3個月內聘請註冊檢驗人員，6個月內完成驗樓，同埋12個月內完成修葺嘅。咁喺驗窗方面啦，個別單位咧就需要喺收到通知之後6個月內完成驗窗同埋修葺，而公用部分咧就喺收到通知之後9個月內要完成驗窗同埋修葺嘅。咁喺發出通知之後啦，市民咧可以喺屋宇署嘅網站搜尋翻驗樓同埋驗窗通知嘅發出同埋遵從記錄嘅。咁喺呢個計劃之下咧，就有唔同嘅服務提供者嘅。首先咧就會有註冊檢驗人員，我哋簡稱 RI。咁註冊檢驗人員咧係驗樓嘅服務提供者嚟嘅，當中咧係包括建築師、工程師同埋測量師。咁屋宇署咧會向註冊檢驗人員發出註冊證，上面咧會有佢哋嘅名、近照、簽發日期、屆滿日期同埋註冊號碼。咁業主咧可以要求佢哋出示翻呢個註冊證，核實翻佢哋嘅身份嘅。咁註冊檢驗人員名冊咧，亦都已經上載咗喺我哋屋宇署嘅網站。咁註冊檢驗人員有咩職責呢？喺檢驗嘅階段，佢哋必須親自進行定名檢驗，同埋評估翻有咩構件係需要進行修葺，同埋向屋宇署提交報告嘅。咁喺修葺嘅階段啦，佢哋都必須提供妥善嘅監督。咁若果遇到一啲好嚴重嘅情況，例如結構不穩啊、衞生構成嚴重影響嘅時候咧，佢哋咧係需要做一個詳細嘅調查嘅。咁另一個服務提供者咧就係合資格人士，我哋簡稱 QP。咁合資格人士咧係負責驗窗嘅，咁當中係包括咗認可人士名冊、結構工程師名冊、檢驗人員名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名冊，同埋小型工程承建商名冊入邊嘅專業人士或者承建商嘅。咁合資格人士嘅參考名單咧，可以喺屋宇署嗰度揾到。咁另外啦，我哋屋宇署咧都推出咗一個手機應用程式窗安無事，去聯繫翻業主、合資格人士同埋屋宇署嘅。咁業主咧就可以利用呢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就直接揾合資格人士報價，亦都可以根據個人嘅需要咧，就委任翻合資格人士嘅。咁喺呢度啦，我哋都鼓勵大家下載翻呢個手機應用程式窗安無事，去處理驗窗通知嘅。咁屋宇署亦都會向合資格人士發出驗窗卡，咁上面會有佢哋嘅名、近照、簽發日期、屆滿日期同埋承建商嘅名嘅。咁業主亦都可以要求佢哋出示翻張驗窗卡，核實翻佢哋嘅身份。咁喺檢驗階段啦，合資格人士係必須親自進行檢驗嘅。若果有需要修葺，合資格人士亦都必須提供妥善嘅監督。咁若果需要聘請註冊承建商咧，就需要聘請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又或者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去進行修葺嘅。咁我哋屋宇署亦都推出咗一本作業守則，入邊亦都講解咗呢個計劃嘅內容啦、涵蓋範圍啦、服務提供者嘅職責等等嘅。
咁作業守則咧可以喺我哋屋宇署嘅網站可以下載到。咁我哋對業主有咩支援呢？咁市建局咧推出咗一個一站式嘅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咁我係協助業主咧去更加容易申請同埋獲得資助嘅。咁有關嘅詳情咧可以致電翻市建局查詢。咁另外啦，我哋屋宇署咧都有一個社工嘅支援服務嘅。如果業主有需要咧，都可以要求社工嘅支援服務嘅。咁我哋屋宇署咧亦都有一個聊天嘅機械人，就叫阿標。而家咧就好流行 AI 嘅溝通模式啦。咁大家咧都可以試下向阿標問一啲強制驗樓或者驗窗計劃嘅問題。咁阿標咧都會覆返你哋嘅問題嘅。咁打擊圍標方面，頭先已經有另一位講者詳細講解咗啦。咁我呢度唔再詳細解釋。咁我哋屋宇署嘅職員咧會隨機抽樣咧進行呢個實地審查，目的咧就係監察同埋規管返有關嘅服務提供者嘅。咁實地審查咧可以安排喺辦公時間或者非辦公時間進行。咁我哋都希望業主可以配合到我哋呢個實地審查嘅。咁業主有咩權利呢？業主其實係可以選擇提升或者按原有設計標準去進行修葺嘅。咁同埋業主可以向唔同嘅註冊檢驗人員同埋或者合資格人士就索取報價，攞多幾份報價去做比較。另外啦，業主可以要求佢哋出示翻註冊證或者驗窗卡，核實翻佢哋嘅身份，同埋要求提供翻表格同相關文件嘅副本做翻記錄嘅。咁業主同埋法團有咩法律責任呢？咁強制驗樓計劃通知同埋驗窗計劃通知咧係法定文件嚟嘅。若果業主或者法團唔遵從有關嘅通知咧，係可以被檢控嘅。另外，政府咧亦都可以代為進行呢個檢驗同修葺工程，再之後收翻相關嘅費用，再另徵收不多於20% 嘅附加費。咁呢度係不獲遵從法定通知嘅一啲刑罰啦。咁我呢度唔詳細解釋啦。咁對於一啲唔合作嘅人，例如阻礙法團進行有關公用部分嘅工程咧，係有機會會被檢控嘅。咁除咗喺收到強制驗樓驗窗嘅法定通知之外咧，業主咧其實都可以隨時自願咁進行呢個檢驗同埋修葺嘅。咁另外啦，房協咧而家有一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經評審計劃核證嘅樓宇咧，將會獲得屋宇署認可，確認已經符合咗驗樓同埋驗窗計劃嘅要求。咁有關嘅詳情咧，就請致電翻房協查詢。咁喺度提醒翻大家啦，大廈嘅適時維修同保養咧，係大家業主嘅責任嚟嘅。咁呢度亦都提一提大家，就唔好將物件咧就掛喺窗線同埋窗架上邊。亦都唔好強行打開或者閂埋隻窗，抹窗嘅時候咧，亦都唔好用窗線去借力。咁若果對呢個計劃有咩疑問咧，都可以隨時郵寄俾我哋，又或者打我哋嘅熱線26261616，又或者瀏覽翻我哋嘅網站。咁頭先嘅計劃咧係適用於私人嘅樓宇嘅。若果大家嘅大廈係居者有其屋計劃嘅屋苑，又或者係租者自其屋計劃嘅屋邨或者公共屋邨呢，就請聯絡返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查詢。今日嘅簡介係咁多，多謝各位。